你看到呢个东西行抗前进式，像系豆腐，实际来在受到欢迎。团队间做了3台专门做制作豆腐机器的工厂，于是当站的技术、6条的经验，将做豆腐的功夫加入明入科技，成功写到瑞士的食品厂商中之，认真记得的做豆腐机器，来将豆腐文化带入欧洲。 此次新机器做好的豆腐，也靠讲外送的技师如果成熟，负责规划做豆腐机器的老师傅讲，得到瑞士食品大厂的肯定，表示台湾做豆腐机器的技术有进步的，同样的中小企业也有机会在国际上同人竞争。那你就可以提升自己，然后再说以后全世界大概都能接了，全世界的 case 大概都能接，因为这个他已经哇超严格的。 调价昨天网讲，全世界有70万亿人口，食豆腐的人最少有10亿。100元为到爱克服欧美的严格规范，就用的医疗用的内视镜来做国内的罕见的经验。行业版爱机器也是得做出咖喱同香草口味的豆腐，爱用台湾按照的技术来做外国人的生意。我们台湾这个国际的形象，要来跟瑞士做生意，用这个心情来。 接受这次挑战也非常高兴这次能够顺利通过他们的 FAT 的测试。做调价讲，完成呢也给按困难的任务，有过特别的意义，也对传统蒙特的食品产业来讲，乜嘢唔單止係做豆腐嘅技術，咪係間台灣嘅豆腐文化推廣到全世界去。下個新聞論壇同樣報道。